你说啥点儿都是快丢那里。你这里不，你这去北京那多多，或者这个多。那他是我说，那边是确实中间快。哦。咋也查到是信仰可能该是日就上信仰了没？怎么形容过了嘛？这是北京日记那个，我把它过。我知道，看不下。关键但是你想过了关键我知道吗？北京的不了。哦。12年的北京不是。哦。5家子鸡巴3家子不是走向。5家子这个3家子不是嘛？哦。今天人都放过去过，团体运动些很多在，团体习惯。哦。咋也弄好像就是吧？你根本嘛都是吧？出来你嘛家都是吧？出来嘛家都是吧？你明上天啥路上都是。我就出来让都是吧，人家都是吧。哦，人家头儿还。好嘞。这个清水的梧桐比较前面后头的。清水区啥路上嘛？嗯。啥路上那边都小嘛？我啥那边多。梧桐。嗯。梧桐这个店你搞是不是？过。梧桐乱事儿4家种。4家子都哦。那些也给谁的？都打手过。俺也是山东会啥路你搞这洋茶本儿就是给你。啊。洋茶本儿这。那这还是比这种讲谁提比你东西谁喝啊？你可还是个提比你这破坏么子？我那个提比你都是很找没？哦，你可给你比钱没得比钱回去。比起慢你浑身那个卡不多。好嘞。我都12年没涨的，你不比头你光。12年没涨。这一个了9万到10万块花光，为啥都接不上奖？好嘞。好嘞。但是喇嘛垃圾奖、蹦蹦子垃圾奖、文具股垃圾奖，这是。那给先红了那几张吧。那红那就是10%、8%的几奖。哦，你跟到没？